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6月12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3号开始可能会落大雨，伫闸门溪流域周边的居民已经开始烦恼，因为溪流两边发了真侪杂草，地方恐惊会去阻碍到水流，造成淹水。所以立委陈廷辉甲水利署第6河川局的局长下晡做伙前往现场会勘，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透过镜头看到的是闸门溪大排，会当看到两边的杂草拢生甲满，拄着大雨的时阵会阻碍水流。当地民众只要听到要落大雨，就会恐慌，纷纷向立委陈廷辉来陈情。对此，陈廷辉特别紧伫咧大雨进前前来会勘，看卖啊是毋是有解决的办法。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第6河川局局长，然后甲到咱的高检监理长来到咱闸门溪排水遮来做会勘。上主要是咱知影即马吼，即个雨季风台要到即马咱即个闸门溪排水会当讲拢需要保持畅通啦吼，而且现在这个杂草很多。我们知道去年其实一场大雨吼，我们12店家基本上的淹差不多2暝2日啦吼，所以。所有地方的乡亲拢足惊吓，就是讲烦恼咱即个若无即个甲杂草处理好势，甲河道甲创好较清气的，惊讲若雨水来的时阵底无水，无法度甲水底好处理的时阵，变成会淹水啊吼所以而且非常感谢，对于我们的局长也马上说要求他们要立即处理。针对着这个问题，水利署第6河川局局长连尚尧也来到现场，伊表示大排两边的杂草拢有包厢固定来清除，只是最近包厢的工课较济，还未处理到这个所在。伊强调会赶紧请包厢来处理。这边的那个杂草的割除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大概我们有委请包商来处理。那1年大概他们会割5次到6次的这个频率啦。那因为最近包商他的那个接的工作比较多，所以这边可能有比较疏忽掉了。所以我们已经请厂商看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赶快进场来处理这个事情。连尚尧局长也进一步说明，闸门溪会阁再进行顶游分洪、下游整地的工作，但是佫需要差不多2冬的时间才会当完成。完工以后，将会当提升到防水灾的能力。更加保障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6月12号是圣代病院成立30周年，为了迎接30回生日，圣代病院筹备一连串的活动，邀请台南的乡亲做伙来参与，共同见证南台湾重要医疗中心历史性的时刻。欢庆圣代病院30回生日，圣代病院院长杨俊佑亲自接待，甲侪侪贵宾留下这历史性值得纪念相片。圣代病院会当一档比一档更较成长。除了圣代病院本身的积极打拼，也挖靠着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的侪协助。圣代病院也希望未来会当累积较侪能量，朝向后一个目标来迈进。成大在这30年内呢，已经成为南台湾及中南海的医疗重镇，延续国家大学医院服务、教学与研究的使命。我对成大医院过去及现在的同仁的努力与付出，表示十分的感谢。我也非常感佩，在筚路蓝缕的岁月里面，中央与地方的长官、历任的校长及医学院院长的支持，才能克服种种的困难而成长茁壮。我们都心存感恩，但是也特别感谢成大的校友，还有台南市的企业、社会各界人士对成大医院的支持与赞助，我们都铭记在心，也谢谢各位。我们既是一所落实在地社会责任的医院，
也是一间积极回应国际社会需求的医学中心。为什么我们在台南登革热跟地震的挑战当中不缺席？我们也在缅甸、越南、印尼、印度等地都投入了国际医疗援助跟急难救助。我们实实在在的肩负了国家医学中心的使命，建构一个新产业的可能。以着生命、爱心、卓越、创新这四大指标来描写新台病院这30年来的故事。新台病院也期望未来会当伫咧全体同仁的做伙打拼之下，拥有更侪、更好、扬名国际成就。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沿这个日子，伫台南地区农会号召之下，动员50几位热情的家政班成员，为上午开始发粽，预计1500粒。农会表示，除了免费赠送予美善基金会所辅导的绿色学员以外，嘛要用义卖方式，将所得转属用来关怀绿色团体。台南市农会家政班的妇女朋友甲农业职工对粽就开始洗粽叶啊，辛苦备料，伫上午总动员来包粽，除了利用在地食材包出一粒一粒传统美味的肉粽，嘛甲美善基金会所辅导学员安那包，接触学习社会化，看出因都已经相当的熟练。家政班表示，今年预计送出1500粒的肉粽，和这群弱势拢会当欢喜过节。动员每一里的家政班员出来当志工，对，就大家很乐意、很快乐聚在一起帮忙一下，对啊，当然。上午农会理事长甲总干事嘛亲自到场关心，希望伫5日节透过包粽送予弱势，表示义卖做爱心的行动，拢成为一种美好的传统。每一档拢来包出几啊千粒。2、3千粒的粽，一部分呢来做义卖，义卖出来的我这现款、这金额拢来做现款，针对着讲南区有较弱势的家庭呢，较其实等等呢，来做爱心，所以讲希望讲已经这个动作已经做几啊档啊，已经有真一个成果啊，包括着咱家政这北站参加着咱台南市比赛，今年是着冠军的，所以讲家政班这成员呢，大家这烹饪的会都有这招的啦，拢有这招的，所以讲会当希望讲会当带动着个地方更加较侪地方的人士呢来参与来做爱心，会当过着一个端午节会当大家真快乐安尼。其实今年农会嘛都参加台南好味肉粽比赛，以金奖的身份过来包粽，要用冠军的手艺，好弱势加健康美味，带动更较侪社团到里公益。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5日节就是爱食粽，不过一粒粽就有高达600卡左右，相当是一个便当的热量。为了让民众会当食了无负担，基美病院营养科特别选伫5日节进前，教导大家安怎选择健康的食材来包粽。一般传统的粽大约是600卡左右，等于是一粒便当的热量，而且营养成分、维生素甲膳食纤维拢不足，食一粒对着身体负担也真大。因此，基美病院营养科就趁着端午节进前推出高纤以及米胡萝卜素的粽，让民众会当健康食，无负担。一般我们的粽子其实传统粽子不会有额外加一些像膳食纤维比较高的食物，例如像南瓜或是蔬菜或是杏鲍菇这一类的东西。那因为这次会有这个主题的想法，是因为最近就是大家。就是3C 产品的很便利性嘛，然后也遍球到全世界，那大部分都已经成为就是低头族，那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所以我们才想说，要不要把这些护眼的营养素也可以加进去粽子里面？那这样在端午节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补充到一些像护眼的营养素，就可以补充到一些。基美医学中心营养科特别伫咧端午节进前设计出健康又阁养生的粽，不但热量低，而且阁容易消化，阁会当顾目睭。民众伫咧端午节包粽的季节，会当来试看卖啊，这个健康的配方。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叶坤姐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
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两位18岁高中生严博勋甲李尚荣，为了实现车卖当亲像金马同款换咧开，用了2天的时间进驻南方创客基地来开发球形的摩打，结果因的勇气甲行动力，摕下英特尔国际科展的第2名，成为台湾之光。科技不断进步，未来车乃当360度射轮拢一定是作战。而这项技术挖靠的是球形的车链，让开者会当无受方向限制，停车买当环，将车驶入去价位，以后慢慢搁再练路边停车。但这个参像电影当中的梦想，未来将可能实现。因为2位18岁学生进驻劳动部分家人分署的南方创客基地，不断研发一款圆形的摩打，结果顶个月在美国参加科展，摕下第2名，成为台湾之光。甚至其中严博勋更是复学一档自学的高中生。当初是我高一暑假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轮胎公司叫做Goodyear。那Goodyear这间公司呢，提出了一个概念车。那这种概念车，它就是说未来车辆它只是由4颗球形轮胎所构成的。那只是那时候那间公司当初还没有去投入的研发，那他们就想说这种未来的车辆，它也许在未来比较拥挤的都市交通里面，它可以有比较高的灵活性。那可以包括在停车、倒车，然后是在过弯的时候，可以有比较高的自由度。那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就跟我的伙伴上了一起说，也是觉得这个想法蛮酷的。那觉得说这我们也许可以试试看。那好像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做出来。那所以我就先跟我父母说，我想要休学1年。那在休学1年之后呢，可是后来我就申请了自学的计划。我们接下来未来1年之内，我们会再继续改良，那我们将把它做的效率更高，然后能够提供更大的专据，那能够合乎一些实际的应用，比如说水下机器人，我们想要实际应用到水下机器人上面做一些机器人的转向机构。那又比如说这个它也可以放在轮胎上面，那我们可以做成一种新式的一种交通载具，那它可以提供使用者更高的一个灵活性，更高的一个自由度，更加的一个操控性。当然嘛，因为这是劳动部分家人分署以创意基地提供少年人发挥实现梦想的机会，也让分署长为因感觉骄傲。年轻人有构想都可以运用我们像南方创客基地，我们分属的训练场馆提供很多的设备、师资、场域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可以顺利来帮助他们圆梦。像博勋跟尚龙这2位非常有创意的年轻人，那这次在美国拿下全球的这样一个大奖也证明了我们创客就是动手做，而且是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分署表示，第1场球形摩打专案分享会13号暗时就将在南方创客基地登场，有兴趣民众会当上网络查询报名。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古在台湾，因为物资欠缺，真侪台湾人所住的厝，拢是用竹仔所组合起来竹人仔厝。台湾历史博物馆为了让大家重回历史的时刻，特别邀请做竹人仔厝的老师傅李阳来打造一座传统的竹人仔厝，透过镜头带大家去看卖。全部拢是用竹仔打造的竹笼仔厝，内底无使用到任何钉仔来固定，但整体看起来也是稳稳稳。
这就是老师傅利用传统工艺技法，一支一支确实去做起来的。老师傅利用表示，虽然这外观看起来只要粗粗的就当搭起来，但事实上，一栋竹笼厝每一个环节拢要真注意，因为只要一个细节出死角差，规间厝就会歪一边，甚至根本无法度做起来。伊也表示，这款做竹笼厝的传统工艺技法，即马差不多已经找无人会晓做。拆开始，这一步一步落来吼，伊这拆竹笼大部分每一部分拢爱足注意啦。一部分细仔拆，你就无法度啊。长格若袂晓落，你也无法度人做工起厝。这起来笼空拢爱会麻，会水了。看咱这笼空拢麻，迄对厝口会健全。拄好咱历史博物馆吼，要用迄个历史因博物馆拢来头落到尾就对啦，去厝底做一项就落一项。所以讲要互咱这教育这后世吼，讲向时就是大这款厝。伫安南区林吼，差不多有9成外拢竹笼厝，9成外即摆拢拆起了即摆要看到这全竹笼吼难啊！这栋竹笼厝顺利完成以后，伊阁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使命，就是要重现1928年安南区溪南寮甲新吉庄当时遭受水灾，全庄总动员，大家做伙搬竹笼厝行溪流的场景。这项趣味的活动也将伫6月24号踮溪南寮来举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来体验一个咱祖先早年生活的艰苦。单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除了戏部行坎或者是观众整流的时阵，随着喘气起起落落，拢会改变非常的困扰。贵州和病院为了精准定位，嘛避免影响周边正常的细胞，所以特别引进一台4D 电脑断层，除了提升治疗的效果，嘛大大降低副作用。过去传统放射治疗上界烦恼就是接恶性肿瘤的同时，卖互使周围正常的组织受到伤害，甚至产生后遗症加副作用。所以贵州华病院伫去年底特别引进 4D 的电脑断层，特别会当针对喘气的震动造成定位困扰问题有真大的突破。4D 电脑断层模拟定位，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实际上看到肺部的肿瘤在呼吸的影响之下，它移动的一个实际的范围。那传统放射线治疗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知道每个人的呼吸那个肿瘤它到底移动了多少。所以在传统治疗上面，其实我们在治疗计划上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加一定的范围。可是加一定的范围有一个缺点，就是加的太大呢，你治疗的时候副作用相对就会大。可是加的太小，你又很怕它一个呼吸可能治疗就超过我们的治疗计划，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治疗疗效。所以有了现在的4D 电脑断层之后呢，我们可以很精准的知道说这个肿瘤到底它的范围在哪里。那这样子我们在治疗计划的时候可以更精准，就是能够取到最好的，希望副作用最低，可是治疗又可以很精准。医生强调，透过放射治疗技术，除了精准定位攻击局部肿瘤，而且一摆疗程只需要接6摆，大概1礼拜就当完成治疗。甲传统的手术放射线治疗需要做到30几摆，比较起来，真正是大大缩短疗程。等新闻顾问及郭国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4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6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